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第4章1到17节。白日圣经伫旧约第557页，其他版本的页数请看银幕。以斯帖记第4章第1节。末底改已经知一切所做。末底改就拆哩衫、穿麻衫、衫鞋服，出去城内，大声悲哀啼哭。到伫王的门前，因为见那穿麻衫的袂得通入王的门。伫特省就是王的命令甲谕旨所到的所在，伫犹太人的中间有悲哀、禁食、啼哭、惨切，阁有侪人倒伫麻衫甲鞋服里。以斯帖的宫女甲伊的太监来甲伊讲，王后就邮文告急，寄衣服互末底改穿，爱脱去伊的麻衫，总是伊毋承受。以斯帖就调王所派侍候伊的太监，名叫哈塔吉的来，教伊去末底改遐，爱知即个是甚物代志。什么因端？哈塔吉就出去到城的宽阔的所在，就是伫王的面前到末底改遐。末底改就将伊一切所拄到的，以及哈曼所讲要献予王的库房的原确实的照页，通消灭犹太人的拢总甲伊讲，佮将伊抄写伫苏珊城所要消灭犹太人的谕旨，予伊摕予以斯帖看，煞甲伊讲明，佮吩咐伊入去见王来恳求伊，伫王的面前为着本族的百姓恳切祈求。哈塔吉做来用末底改的话甲以斯帖讲，以斯帖佮甲哈塔吉讲，托伊甲末底改讲，王的众人神甲王遐的省的百姓，拢知有一条定着的例，若无受掉，自转入来院见王的，无论男女，若毋是王徛起一金的冠啊，互伊得到活的，就着互伊死。但我无受掉到王遐已经32久啦，因就用以斯帖的话甲末底改讲。末底改吩咐人甲以斯帖讲：你毋通拍算，你伫王宫内比正犹太人较会脱离。伫即时，你若真正拢无讲，犹太人必对别为得到脱离，得到拯救。你甲你的老爸的家会拄着别无。要谁知你得到王后的位，毋是为着今仔日的时势啊！以斯帖就吩咐人回复末底改讲。去召集苏珊所有的犹太人，为着我禁食3日，日暝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也要禁食，然后我要无照例入去见王，死就互伊死。末底改就去照以斯帖一切所命令的去行。以上就是咱请本堂柯成凯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反败为胜第4讲。王后的逆转胜，王后的逆转胜。咱同心来祈祷。全能天父上帝，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圣经的记载，求你的信心来引带阮，互阮当明白你要教示阮的代志。愿主看顾，阮将以下时间交托伫信心的手中，求信心亲身来引带。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免。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教会伫今年拢总有摆互变的福音的主日，上重要的就是用反败为胜来成做主题。透过这5变，想要互大家会当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也要明白耶稣基督的，会当透过这5摆用故事的方式来甲大家分享。所以，咱要搁一届来看反败为胜，咱用心，咱的心来看这个
反败为胜到底是咧讲啥物？当咱咧面对失败，也是咱讲的困境的时阵，迄个关键毋是讲咱求上帝莫互伊发生。咱有时咱会拄着一寡艰难的事，咱拢会讲上帝啊，你莫互这个代志发生。但是较重要的是，咱要安怎来挖苦上帝，互咱所面对这个困境会当反败成做胜，就讲会当互咱脱离这个困境。在这个困境中间，咱会当学习到什么代志？而且咱知影，足侪人咧面对失败也是挫折的时阵，伊拢会灰心丧志、消沉，甚至自杀。但是，伫咱面对这个困境的时阵，咱嘛会当互这个成做咱的经验，互咱伫未来会当成做一个得胜的转折的点，会当成做一个成功的基石。那呢，咱来看，今年咱用5届福音主日的信息，咱用5个人物、5个故事来讲这个福音的消息。咱对1月份、3月份、6月份，一直到今仔日，咱拢总讲过约瑟、摩西、大卫，以及今仔日所要讲的以斯帖，以及咱过来要讲的耶稣。咱来复习一下，伫约瑟的时阵，咱所要了解的是，只要你愿意来敬畏上帝、跟对上帝、尊探伊的教示，那呢，咱就当亲像约瑟共款，伫面对遐个引诱、挑战、困境的时阵，会当搬过遮个所谓一切艰苦的事。咱来看摩西，摩西因为挖苦上帝、尊探上帝所颁布的诫命，行伫伊的律例典章的遮律法内面。所以会当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伫旷野内面经历着上帝的恩典。咱来看大卫，大卫因为非利士人歌利亚的挑战，咧面对这个挑战的时阵，是因为歌利亚侮辱了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卫挖苦耶和华，伊维护耶和华的名，伊勇敢站出来，来打败歌利亚。互以色列人会当得到胜利。那呢，咱今仔日所要看的以斯帖，伊所面对的是以色列人要互灭族的这个危机。以斯帖无咧贪恋伫皇宫内面迄个王后的这个地位身份，伊冒着一定会死的这个决心，要甲家己的民族、家己的遮个亲人做伙来共存亡。所以咱今仔日要看以斯帖是安怎样来面对这个挑战。这个是一个故事的开始。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对一个选王后的一个的故事来做一个代称。因为伫以色列人从亚述所掠了后，经过巴比伦，然后到以斯帖即卖这个时代，就是波斯王朝。亚哈随鲁王，伊统管一个波斯的这个国家，有拢总有127个省，这个范围真宽。为东边是为印度迄个开始，西边到尼罗河，伫遮尔宽的这个中间，这个王伊犹原未满足，所以当亚哈随鲁王第3年的时阵，就是大约伫主前482年的时，伊要出兵。攻打，去拍希腊，所以伫进前，伊就宴请所有的迄个特省的遮个长官来到苏珊这个所在。经文记载，这个宴请拢总举行180天，而且上尾，伊阁宴请伫这个城内的所有的百姓、甲宫内底妇女，一直到上尾一天，这个王伊啉酒啉真多。伊嘛感觉真欢喜快乐，所以就下一个命令，伊的王后瓦实提来到王的面前，要全国的百姓来看讲，我的王后是遮尔的水，但是无想到，王后伊煞抗命，伊无爱来头前，无爱百姓来看伊，这个王就开始真受气，伊受气到真咱讲的
用台语讲是见笑当受气，因为即个王后无互伊面子，所以伫迄个时阵，伊的边仔有7个大臣，伊就甲伊讲你会当下一个诏书，讲废除伊即个王后的身份，而且爱命令全国内面所有的妇女拢爱来尊敬伊的丈夫，免得所有的丈夫受到侮辱、藐视。因为安尼，亚哈随鲁王就废除了即个王后，随后伊就开始去拍希腊即个国家，但是伊无战赢，无得到胜利，所以转来到苏珊即个城了后，伊就真郁卒，伊就开始想到伊迄个王后瓦斯提，所以伊就毋知心情就真歹，伊的大臣就家己讲你会当为你的国家内面的特性去竞调迄个真水的女子来到苏珊城受训练，然后你会再对这中间选一个出来做你的王后。这个敢若看起来亲像咱即马的世界选美大赛共款，就为逐位景人来到这个所在来做比赛。伫这个过程中间，莫迪改是伫即个苏珊城内面的犹太人，伊收养伊的堂妹伊斯帖做10家己的查某囝。经文内面形容伊斯帖是一个真水的女子，伊嘛互选入去国宫内，但是无人知影伊是犹太人。伊斯帖除了即个选美的内面，王派互伊的遐个香料、ru比以外，伊拢无要求其他的物件。所以因为安尼，见若甲伊熟悉、甲伊做伙遮的人，拢真介意伊。那来讲，咱会讲伊无真难搞，伊无真歹侍奉，伊真随和。因为安尼，伫遮的女子，因爱伫12个月内面。因爱洁净家己的身体，然后受调进入到王宫内面，互王来竞选。若王无搁一届调因入去，那安尼因就无机会得到即个冠军。亚哈随鲁王的第7年，伊斯帖入去见着王，王真介意伊斯帖，伊赢过其他的女子，所以伊就成做王后了。伫即个时阵。犹原有一个人受到亚哈随鲁王的重用，官升做宰相。这个人就是哈曼。哈曼伊是亚玛利亚人的后代，王是予伊的官位官过一切所有的人。所以咱会讲，伊是伫即个波斯内面，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因为安尼，伊即骄傲，哈曼伊骄傲到爱王下令。讲所有见到伊的所有的人，拢爱伊来跪拜，但是莫迪改伊却无要哈曼跪拜，所以莫迪改边仔的人拢苦劝伊讲：你爱伊跪拜，因为莫迪改伊知，伊袂当来敬拜即个甲因世代是元首人的亚玛利亚人，而且伊阁知影。伊会当敬拜几个人，敢若一个耶和华上帝尔。哈曼知影了后，伊就决心要诛灭全国所有的犹太人。因为安尼，哈曼就伫迄个时阵，亚哈随鲁王第12年的正月时，伊抽签，决定什么时阵要来诛灭迄个犹太人，一抽到12月。所以哈曼就甲王讲。伫你的国的内面，有一群人，因徛起伫你的即个特性的内面，因家己有因家己的律法，因家己有家己的规定，甲其他的百姓的规定拢无共款，而且因嘛无要遵守王你所颁布遮的规定，所以你留即群人伫你国内面是无路用的。王你若感觉好。那安尼，你就下旨意，甲因诛灭。那安尼，我就管
10000两银去到国库内面，互王你来使用。我毋知到底这个王是因为要除灭遮的百姓，也是遐的金钱，互伊决定讲好，你就下一个诏书。所以哈曼就下令，伫12月13的时阵，爱将全国达省遐的犹太人，无论是大汉细汉，所有的拢爱甲因抬掉，而且搁爱甲因的财产拢收起来，没收起来。这个时阵，全国各地的犹太人，因听到了后，心中拢真悲哀，所以因拢紧遮啼哭哀求，穿满衫坐伫火湖内面。苏珊内面的所有的百姓嘛拢真惊吓，也毋过哈曼甲王游玩咧宴乐中间。莫迪改因为伊伫城内面，所以伊知影所有一切的状况，伊就拆破伊的衫，穿满衫，望着火湖伫城内面行，上尾坐伫王宫的门口，因为有一个例讲，穿满衫袂当入去，所以伊就坐伫门口，要引起王的注意。以斯帖王用以斯帖知了后，伊知影莫迪改坐伫迄个所在，佮穿满衫，一定是有啥物代志发生，所以伊就要考劝伊，所以就将摕衫，找人摕衫去互莫迪改穿，但是莫迪改拒绝，伊就将哈曼要甲犹太人灭绝的遮个计谋，已经发出迄个命令，拢请太监提起互以斯帖，伊要求伊去见王，为着犹太人伫王面前来恳切祈求王会当撤销这个命令。以斯帖知影了后，佫回复莫迪改，伊咧说明伊目前拄着的困境，就是伊知影王一切的人也是百姓，拢有一个规定，若是无王的诏命，伊袂使入去，若入去一定会处死，除非王将伊迄个金的管影伸出来。而且伊佫讲，我已经有30日无受到王的调入去到宫内面，所以这对以斯帖来讲是一个困境。但是莫迪改托人真坚定的回复，互伊讲，佮讲你若家己一个人伫王宫内面，其实你敢若看起来是受到保护。你敢若是袂受到哈曼的计谋，所有犹太人爱处死。即时你若拢恬无讲话，那呢上帝拯救会对别人遐来开始，你甲你的家会受到惩罚。莫迪改知影，伊才坚定的，佫一摆去甲以斯帖讲：你敢知影你即马得到即个身份，王后的身份？敢毋是为着今仔日即个机会吗？以色列人需要拯救，你有法度出声，有法度来做。我伫甲提醒伊，其实所有的代志，拢是掌管万有的、掌管历史的全能的上帝对伊的心意甲伊的命定。因此，以斯帖就请人回复我伫甲讲：你去招所有徛伫伫苏珊城内面的犹太人，为我禁食3日，3暝3日，无啉无食。我甲我的女婢嘛要安尼做，然后我要违反这个礼入去见王，死就死吧。以斯帖知影，伊家己我靠家己是无法度的，所以请所有犹太人甲伊做伙来禁食。抱着决心要去赴死的这个心情，要甲家己的亲族做伙，但是伊毋是真冲动，凭着家己的办法去想讲，我即马是王后，所以我有法度用着我的这个权柄去做这个代志。伊知影是伊爱找求上帝的帮助，
所以伊家己来到上帝面前来敬谢、来祈祷。那安尼，以斯帖经过3日的敬谢祈祷了后，伊穿起爱去见王的即个服装，来到王宫的内面，对王的宝座徛伫边啊。王看见以斯帖了后，就伸出伊手内面迄个金的管啊。我想这时以斯帖的心已经放落来，伊袂遐紧张啊，伊知影伊免死啊，伊有法度阁继续来做伊的代志。王看到伊了后，就讲：王叫以斯帖啊，你爱啥物？你要求啥物？你所求的是国的一半，我嘛要赏赐互你。但是以斯帖安尼回答伊讲：王，你若看做是好的，那来就请你将哈曼带到我所备办的即个宴席来。王就听以斯帖的，就将哈曼带到以斯帖所备办的即个宴席内面。当伊到即个宴席的时阵，王阁一解问以斯帖讲：你要爱啥物？我拢要赏赐互你。你所求的是国的一半，我嘛拢总要互你。但是以斯帖伫即个时间，伊完全冷静、有智慧、有耐心的讲：我所有要爱，我所有要求的，我若伫王的你的面前，蒙受即个恩典，王你要赏赐互我的，要准我所求的，那安尼明仔载，你阁一解，来到我为你备办的宴席，我会按你来说明。所以即天内面的宴席结了后，哈曼就真欢喜，行出王宫。出到王宫的门口，看到莫迪改伫遐歪插伊，哈曼的心就搁较会受气，伊就转去了后，甲伊厝内底的人参详，讲要搭一个茶几啊，然后要将莫迪改挂伫迄个茶几啊顶面。明仔载，伊游玩要去参加王后邀请伊的一个宴席。迄天暗时，亚哈随罗王困袂去，伊就吩咐人读历史互伊听。读着记载着，伫过去有一件代志，就是伫王宫的门口有2个过门的，因想要害亚哈随罗王。莫迪改将即个事甲以斯帖讲了后，就将即个事化解了。王就问边仔的人讲：安尼莫迪改做这项代志，我敢有赏赐伊啥物官位还是财物无？边仔的人回答讲：无，拢总无。王你无赏赐伊任何的物件。王听了就记伫心内。第2天早起，当哈曼入去到王宫了后，要哈曼伊来心内所要想的是，伊要求王将莫迪改挂伫伊要备办的迄个茶几顶面。但是迄个时阵，王就问哈曼讲：王若所欢喜尊荣的人，你要安怎对待伊？哈曼听到了后，伊想讲：王所要赏赐的这个人，毋是我，安尼是啥物人呢？应该就是我嘛。所以就回答讲：那王所欢喜的人，王你就将你所穿的这领衫，互伊穿，然后互伊穿伫你所赏赐的这只马顶面，伫全城的所谓街路顶面咧画光，啊，佮派一个真尊贵的大臣来带伊。啊，伫即个街路内面讲，即个人是王所欢喜、所尊敬的人。你看王安尼对待伊，哈曼安尼真欢喜，伊想讲，即个人就是我。无想到王对哈曼讲：已经将即领衫，照你所讲的，互莫迪改穿起哩，互伊徛伫我要赏赐伊徛迄只马顶面，行伫街路顶。你伫头前带，然后爱宣告讲，即个人就是王所赏赐要互伊有荣贵尊荣的人。你看王安尼咧对待伊。迄个时阵，莫迪改游玩伫门口，但是哈曼听了后，心内就真忧闷郁卒，转去厝
第二天暗时，王搁一届带哈曼来到以斯帖所备办的这个宴席。王搁一届问以斯帖讲：“你要伫什么？我要赏赐予你。你所求的是全国的一半，我嘛要予你。”这个时阵，以斯帖伊回答讲：“我伫王的面前所受的这个恩典，王你若看做是好的，我所求的，我所想的是将求王，你将这个性命赏赐予我。我所要求的是求王将我的亲族嘛拢赏赐予我，因为我甲我的亲族拢互人骂去啊，有人要剪除阮、消灭阮。这个时阵，我若无出嘴讲，那安尼就是王的损失了。王听了，就问以斯帖讲：“是啥人敢安尼行？这个人伫倒位？伊是啥物人？”以斯帖就讲：“这个人就是哈曼。”哈曼听到了后，伫王甲王后的面前，就真惊吓。王就真生气，离开宴席，行到花园。哈曼就要求以斯帖，求伊来救伊的性命。王转来了后，看到哈曼拍伫以斯帖所画迄个椅仔顶面，王就真生气，讲：“你竟然敢伫王宫内面，伫我的面前来侮辱王后吗？”这个话出嘴了后，边仔的卫兵就甲哈曼抓起来。而且佫有人讲，哈曼为着迄个救王的迄个末底改，设一个叉架啊，要甲吊起来。王就讲：“你着将哈曼吊伫迄个顶面。”所以人就甲哈曼抓去因兜内面，甲伊挂伫伊为末底改所备办的迄个叉架顶。亚哈随鲁王就将哈曼所有的产业赏赐予以斯帖，然后佫派末底改管理哈曼的产业。但是安尼代志敢煞？看起来这个歹人已经受到处罚啦。其实也无，还佫有一个命令也未解决，就是要杀害犹太人伫全国内面的这个命令也未解决。所以以斯帖佫一届拍伫王的面前，求伊除掉这个要杀害犹太人的这个计谋。王就另外佫下一个命令，允准伫逐城逐省的这犹太人，伫12月13的时阵，因会当组织来保护家己的性命。若有人要攻击因，因就会当反击、反击，会当自卫。而且会当将因的财产摕起来，所以当王的这个命令达到全国的每一个所在的时阵，犹太人拢真欢喜快乐，摆设宴席来庆祝。但是因为伫迄个国内面，波斯国内面有真侪百姓，因为惊犹太人，所以就立了犹太籍，真做犹太人的这个身份。上尾亚哈随鲁王就升末底改做波斯国的宰相。以斯帖王后会当安尼逆转胜，这个逆转胜这3字是敢若过去有一段时间，你毋知是咧拍野球还是拍篮球的时阵，有讲这个逆转胜，代表讲陷入一个困境的时阵，陷入一个困境的时阵，然后上尾得到胜利。咱来看。以斯帖有几项这个秘诀伫个，第一项是伊真谨慎口舌，伊真细腻伊家己的喙。当末底改吩咐以斯帖，莫甲人讲伊家己是犹太人，以斯帖真知，所以伊就守口如瓶，无讲出来。第二个是伊无别个要求，无搁较多要求。当伊入去到皇宫内面，伫遐咧备办。咧受训练的时阵，伊无求什么物件，除了指派予伊的以外，伊拢无要求。因为安尼无要求，所以甲人的中间的互动，人就会真介意，知影讲伊遵照人原本的内面的规定。
因为人拢真介意，所以伊伫后壁，伊就真受到欢迎。然后伊真谨慎务实，因为当末底改咧说明犹太人拄着即个困境，就是要互亚哈的计谋来杀害时阵，伊而且要求以斯帖去见王，诚做为着犹太人来请命。但是以斯帖真知影家己已经一个月无受到王的吊见，即个困境，所以伊无真匆忙讲好，我即马要去。伊了解家己现在的困境，而且伊知影家己的命定。因为当末底改提醒伊的时，伊讲：你敢毋知？你即马是王后的即个身份，就是为着现在要来拯救犹太人吗？所以伊知影，伊嘛知影上帝咧掌管即个中间，所以伊挖靠上帝恩典，伊无匆忙，照着家己会当去做的方法。伊知影爱来寻求上帝恩典，所以伊毋若家己紧食祈祷。伊知影即件事是所有犹太人共同面对的代志，所以要求所有犹太人拢爱为着伊来紧食祈祷3日。而且伊知影即个危险是有性命的危险了后，伊真勇敢来承担，伊嘛愿意去承担，因为上帝赏赐伊即个吊面。就是遐来拯救所有的犹太人，所以讲，我若违反即个律入去，我死就死吧。过来是伊有智慧，即个智慧是上帝予伊的智慧。当王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拢总有3届咧问伊讲：你爱啥物？就是国的一半，我拢要赏赐予你的时阵，伊无随提出伊的要求，伊无随回答。王会有问题，伊是一届搁一届来找求上帝的心意，伊阁是一届一届咧听候，所以伊有甲上尾迄个时间，伊感觉上适当啊，所以伊就讲出来，互王会当一届来明白伊所面对的即个危险的危机。过来是伊掌握迄个时机，第一届、第二届伊拢无讲。等到第3届王咧问伊的时阵，伊才讲出来，而且伊真精准的诉求，讲出伊的需要，就是王，你若看最好的，你要赏赐予我的，就是我的性命，甲我所有亲族的性命。伊真清楚甲王讲即个伊所面对、伊所要求的代志，所以这就是伊真精准的诉求。上尾，伊做代志嘛真彻底，就是。虽然王将一切歹人吊死，但是进前有一个命令也未解决，所以就请求王搁一届下一个命令，互犹太人会当保护家己。所以伫12月13，因会当组织做伙保护家己的性命甲财产。那安尼，咱会当来看，伫12月13。是犹太人迄个时阵，伫亚哈随鲁王得胜的时阵来组织，有人要来杀因，因就来反击、来抵抗，但是因无去取因的财产，因为即个内面无人会当抵挡犹太人。而且安尼，犹太人伫每年拢会守2天，即2天因伫内面是要庆祝，是要欢喜快乐，因为因脱离。对敌会得到平安，是因为因本来真忧闷，转做真喜乐，真悲伤，转做快乐的日子。伫即2天内面，因会摆设宴社，做伙欢喜，彼此送礼物。更较重要的是，伫即内面因会救济遮送香的人。这就是伫即马犹太人因阁会咧过的即个普尼节的即个由来。所以咱会当看，无论你是。咱讲大男生还是小女子，你拢会当亲像以斯帖共款，会当经历到生命中的即个逆转胜。因为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对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真明确的命定。只要你愿意倚靠上帝，追求伊的恩典，那安尼你共款会当得到上帝遐来智慧，你会当。为上帝来遐来恳求，赏赐你勇气来承担，而且赏赐
上帝赏赐你，真正明白什么时阵会当来讲出你的需要，互你伫困境内面会当学习到上帝为你备办的恩典。那呢，你就会当得到这个逆转胜，互你的人生经过低谷，会当互你的人生行伫上帝旨意的道路里面。愿以斯帖的这个故事会当帮助大家，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上帝，愿感谢你，你搁一届透过拯救犹太人的这个故事，互以斯帖伊知影伊家己所应当做的，愿对伊的身躯顶嘛看见上帝你迄个满满的恩典。这是阮恳求上帝，赏赐阮真正互阮伫面对困境的时阵，有智慧、有勇气、有能力，互阮伫这中间会当学习，而且回应上帝你的听。搁一届将阮家己放伫你的面前，无论阮是欢喜、快乐、顺境、逆境，拢恳求上帝你亲身来引带。这是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人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